主后2023年1月20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上帝审判的态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。迄三个人对遐出发去索多玛，亚伯拉罕甲因做伙行，要送因一站。上主讲：我要做的代志，减无要互亚伯拉罕知。亚伯拉罕一定会成做大国强的国家，地上万国要因为伊得到福气。我竞选伊，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子孙，甲将来的家属，着遵守上主的教示，秉公行义，通互上主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拢实现。上主讲：索多玛甲蛾摩拉做大恶极，控告因的声真大。当我要落去，看因的所做是毋是亲像我所听到的安尼？若毋是安尼，我嘛会知。中间两个人对遐活转身去索多玛，亚伯拉罕还徛伫上主的面前。亚伯拉罕行进前讲：义人甲歹人，你拢要做伙走灭是无？城内若有50个义人，你犹原要走灭即个城是无？无要为着城内即50个义人赦免因是无？你绝对袂做即款代志，将义人甲歹人做一个刣死，煞互义人甲歹人拢相款。你绝对袂审判全地主，减毋是着照公义审判。上主讲：我若伫索多玛城内找着50个义人，我就为着因的缘故宽赦即个城。亚伯拉罕佫讲：我不过是火斧土粉，毋过请容允我对我的主讲话。即50个义人若减5个，你减要因为找5个，犹原要走灭全城。上主讲：我若伫遐找有45个，嘛袂甲因走灭。亚伯拉罕佫对伊讲：伫遐若找有40个人咧。伊讲：为着这40个的缘故，我嘛袂做即个代志。亚伯拉罕佫讲：求主毋通受气，我要佫讲：伫遐若找有30个人咧。伊讲：伫遐若找有30个，我嘛袂做即个代志。亚伯拉罕讲：请容允我对我的主讲，伫遐若找有20个人咧。伊讲：为着这20个的缘故，我嘛无要甲因走灭。亚伯拉罕佫讲：我的主啊，请毋通受气。我佫讲最后一遍，伫遐若找有10个咧。伊讲：为着这10个的缘故，我嘛无要甲因走灭。上主甲亚伯拉罕讲煞就离开，亚伯拉罕嘛倒去伊的所在。以上。上主审判的态度。上帝伫咧审判罪恶满盈的索多玛甲蛾摩拉以前，特别承认亚伯拉罕个知，可见上帝对审判的态度非常慎重。同时，上帝也关心亚伯拉罕敢会行公义。创世纪18章19节讲到，上帝讲：我竞选伊，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子孙甲将来的家属，着遵守上主的教示，秉公行义，通互上主
对阿伯拉罕的应允拢实现。上帝特别关切阿伯拉罕的后裔爱顺从伊心中公义，安尼才会通承接伊的应允。总是阿伯拉罕听到上帝话，颠倒关心上帝的公义，伊问上帝：义人甲歹人，你拢要做伙走要死无？当时阿伯拉罕的侄仔罗特住伫索多玛，毋过伊并无身体的罗特求情，反倒关切上帝为虾米毋管有做无做的人，拢要消灭，因为这并无符合伊对上帝公义形象的认捌。阿伯拉罕除了担忧罗特会生死，也担忧无辜的人可能和歹人同齐受消灭。伊恳切对上帝讲：你绝对袂做即款代志，将义人甲歹人做一个刣死，煞互义人甲歹人拢相款。你绝对袂审判全体主，皆毋是着照公义审判。所以，伊对50个人开始甲上帝讨价还价，求上帝因为遮个无辜的人，莫毁灭迄个城。最后降到10个人，上帝嘛一一答应阿伯拉罕的恳求。对阿伯拉罕的讨价还价，互咱看到用4两想要8千金的情景。伊相信，只要有少数的义人得地，安尼多数的歹人将因为这个少数的义人受上帝眷顾，这个小的也是少数，赢过大的也是多数。阿伯拉罕甲伊直讨价还价，是因为伊伫咧甲上帝对话的中间，发现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。上帝毋愿人伫审判中全部灭亡。当伊每一遍甲人数降收少的时，上帝拢应允。最后阿伯拉罕毋敢搁发言，因为伊深刻认知上帝公义甲慈爱。虽像阿伯拉罕对索多玛甲蛾摩拉的罪恶，并非一无所知。相反的，伊因为知影因罪大恶极，所以搁较恳切祈求。因为伊深知上帝是全能公义的神，伊若定义降灾，无人会当逃闪。总是上帝也是慈爱怜悯的神。伊要为着少数无辜的人赦免全体。若是咱的，咱对罪恶的城态度是安怎？真侪时阵，咱可能会为着罪恶之城受灭绝欣喜，煞忽略关注上帝的公义甲慈爱，也忽略徛踮即内面的义人。检采阿伯拉罕是出自疼惜罗特，所以为着迄个城代求。毋过对宏观来看，阿伯拉罕也拄在实现地上万国要因为伊得到福气的允约。上帝将来都无轻易审判人。伊互索多玛甲蛾摩拉机会，亲像伊互尼尼微城有悔改的机会。上帝无伫大受气中审判，就算审判，也蕴藏着怜悯甲慈爱。默想伫上帝的审判中，我有看见伊的慈爱甲怜悯无？若我的亲友拄点甲上帝敌对的一边，我会采取甚物行动？
伫上帝心海中，我有看见伊的慈爱甲怜悯无？若我的亲友拄踮伫甲上帝敌对的一边，我会采取甚物行动？咱来祈祷。伫心海中也有慈爱的上帝，我愿意向阿伯拉罕学习，替无辜的人代求，无分国籍、种族，只愿上帝的慈爱甲公义通得到彰显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